礼仪用语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它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，更是社会交往的润滑剂。对于孩子而言，从小学会正确的礼仪用语，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体，还能够让他们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与好感。这些用语既传递了礼貌，也反映了说话者的涵养和态度。因此，家长与教育者有责任让孩子从小掌握并运用这些词汇，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比如，当孩子第一次见到一个长辈或陌生人时，教他们说久仰，这不仅能表现出对对方的尊敬，也让谈话变得更加亲切。同样的，当孩子在人群中认不清对方时，应该教导他们说眼拙，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，既能缓和尴尬，也能展现礼貌与风度。当孩子不小心冒犯到别人时，与其仅仅说对不起，不如学会用包涵，这是一种更为正式且尊敬的道歉方式，能让对方感受到诚意。在社交场合中，请求他人帮助是很常见的情境，而使用劳驾来请求别人帮忙，显得更加有礼貌，让对方不会觉得自己被强行要求。当孩子面对需要向他人询问问题的场合时，应该鼓励他们说请问，这是一种基本的礼仪，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尊重，也能让谈话更加顺畅。孩子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，也应该学会谦虚，而不是过于自信或咄咄逼人。例如，当孩子发表自己的意见时，可以用拙见来表达，这样的说法既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谦逊，也能够让对话变得更和谐。当有客人到访时，应该教孩子说光临，以表达对来访者的欢迎。而当自己因为某些原因需要提前离开时，则可以使用失陪，这样的说法比直接说我要走了来得更为得体。在接待客人时，如果没有及时迎接到对方，可以说失迎来表示歉意。而当客人准备离开时，孩子应该学会说再见，这既是基本的礼貌，也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表现。当他人向自己问候时，除了单纯的回答好，还可以说托福，这样可以让谈话更有层次感，也能够显示出一种较为正式的语气。阅读他人的文章或作品时，使用拜读来表示尊重，这比单纯说我读了更能显示出对作者的敬意。同样的，当别人赠送礼物给孩子时，应该让孩子学会说笑纳，这是一种得体的接受方式，而不是直接说谢谢，因为笑纳更能体现出礼貌与感激之情。在恭贺他人时，应该使用恭喜，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祝贺语。而当孩子与许久未见的朋友或长辈相逢时，可以说久违，这样的说法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亲切与重视。当需要向他人表示歉意时，可以用失敬，这比单纯的对不起来得更为正式，也更具诚意。当孩子希望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提出批评指导时，可以说指教，这是一种非常谦逊的说法，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学习态度与尊重。而当请求对方给予某种便利时，说借光会显得更加礼貌，也能让对话更加自然。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给他人带来麻烦时，应该学会说打扰，这样可以缓和对方的不便，也显示出自我反省的态度。当孩子需要请教别人问题时，可以用赐教，这是一种尊敬的说法，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诚意与敬仰。而当孩子听到别人的意见并认为对方说得很好时，可以说高见，这样的表达不仅让对方感到被尊重，也能够促进友好的交流。在拜访别人时，应该说拜访，这样比单纯说来看你更加正式，显得更有礼貌。而当朋友希望你陪伴时，可以说奉陪，这是一种显示出陪伴对方是种荣幸的表达方式。在等待客人到来时，孩子可以学习说恭候，这是一种非常尊敬的说法，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重视与期待。当客人要离开时，应该学会说留步，这是一种体现出依依不舍的礼貌用语。而当孩子在商店或家中迎接顾客时，应该说光顾，这样能够表现出对对方的感谢与尊重。在请别人修改文章或作业时，可以用扶正，这是一种非常谦逊的说法，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尊敬与学习态度。当孩子收到他人的礼物但不便接受时，可以用心领来婉拒，这样能够表现出既接受了对方的好意，又不会让对方感到尴尬。而当别人向自己道贺时，可以用同喜来回应，这样能够让彼此的情感更加亲近，也能够让祝贺的氛围更加热烈。这些礼仪用语不仅能够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更加自信与得体，还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受益匪浅。
家长与教育者应该从小开始培养孩子的语言礼仪，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中运用适当的词汇。这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也能够提升他们的个人素养，让他们成为受人欢迎且有修养的人。